讲真的讲，导师睁眼在手，人人希望无穷。只要你懂星座，人际关系不出错。俺黑公公，今本里我们要来介绍12星座中的神秘客。人呢？哦，拜拜拜拜。唔该还去呢？宝宝啊，刚刚去朋友家吃饭。水瓶座都是外星人。那我们进入正题。Kimberly 的讲，除了水瓶座之外，还邀请到了其他星座的嘉宾，等等会请他们陆续出场。各位觉得这个系列准不准呢？超准的，每天都有新更新耶。当然有准啊！大家都知道我是浪漫一个，又富有同情心。大家都知道你很滥情。我先改，可以给我杯水吧？有蝴蝶耶！给转来！你是今天的主角之一耶！星座其实就是一种统计学啊，把人类粗略的分成12个种类而已。蝴蝶也是可以这样分啊，有翅膀的是蝴蝶，没翅膀的就是毛毛虫，还有分红橙黄绿蓝靛紫7种，嘿嘿。我纵观全局，观察力一流。你不懂不要乱说，星座可是历史悠久的一门学问呢。对呀，像我们家比比就是典型的双鱼。果然火象星座都爱发脾气。跟我谁？跟牡羊座第一卵，我哪有爱发脾气？你们狮子座的人脾气脏给乖吗？哎呦，做我们的眼嘎！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大家拜拜。不良服愚蠢的人类啊！狮子座，牧羊座，狮子座，牧羊座。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讲，下次见。